镜头转到花莲马太安溪放山湖，已经是降做上台境界。也毋过，都愈过入雾溪堰口的放山湖，目前也阁维持伫红色境界。经过林保署的监测，目前水位离岸顶无甲4公尺，有放缓的风险。也若检测的工程是打算对今仔日开始的分阶段落去做，好这水慢慢啊流出来。 照挂简单的行李，甲大家小时，伫咧马太安溪放山湖解读红色境界，中央真正协调所退场，总协调官季连成结束要甲1个月自修任务。当然是感谢他调度有加，国军帮忙太多了，给他打几分？很好，满分，尽心尽力，为我们光复乡来这个赈灾。大家各司其职啦，因为靠一个人力量是没有办法做到全部的事情。 最后救援无旁接轨转型正式重建复原，不过另外17通报的入雾区燕子口放山湖上新的监测资料，水位266.69公尺，离上个月8定约过3.31公尺，维持红色的境界。林保署已经发包要甲霸体乌加给力，做刷坡。 然后做安全空间之后，来进行第一阶段的坝顶降挖。那坝顶降挖的重点就是挖到它的水能够自然溢流。那如果它真的如我们所想没有快速溃堤的话，我们会想要进行第2阶段，再让它降10公尺左右。 那减低它的一个风险，一边做一边来做评估。因为入雾区燕子口放山湖红色境界，铁路局国家公园管理处为了安全，发布全园区禁止种植的紧急公告，引起部分山友不满，认为无符合比例原则。考虑天气甲放山湖这么情形，台管处23甲封锁范围缩小，部分高山开放。对于台八线这边的一个风阻国际公园已经把这段以外的区块。 那刚好随着豪雨的减低也开放园区的这个入园申请，那这一段就麻烦我们交通部持续来做一个掌控。台管处讲，除了铁路局高山地区重新开放，也恢复南无群峰、碧阳纵行、北里大丁生态保护区的立项申请。也若河环山纵着大清水铁路局游客中心也公布开放。不过强调，放山湖虽然无明显扩大，不过危机也未解除，希望民众唔通挖群境界区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